草，田啊尾，水鸡啊咕咕吼。好的声，这甲不是大只水鸡啊伫底叫，哎哟，心爱的人啊人叮当哦。好来，咱今日碰风水鸡由我来出题。好来，这碰风今日是要碰风什么呢？咱较早即个有一句话伫咧讲叫做打船石。打船石也是吼做拍船石。哦，这个船哦，就是海上，是海上伫咧行这个船。算唔知啊，啊无石咧，这个石毋是石行的石哦，这个石就是讲人做石的石。哦，最石的石。这到底什么意思咧？我来讲了，好来，这真简单。那我现代吼，这个打船石咧，就是这个新的这船啦。船王发船就对啦，拢起好了后，伫咧游街游一撮啊，落去海边海顶甲烧掉，即个叫打船石。若伫咧古早呢，这打船石就是讲，这船啊，已经开伤久啊，这茶呢拢已经漚去啊，船会走水入来，就无效啊，要将这船降掉进前咧。就先拜拜，做一个简单的仪式，才将这船就降掉，就是讲，意思讲，先要搁拜拜呢，就是感恩讲这船呢，互因趁真侪钱，互因食平安，安尼原来是感恩的意思啦，就是这个方向，安尼有清楚无？安尼我你听你讲完，我了解，你也毋是打船石，你要做打船石，船就去啊啦，就去后去就对啦。小弟兄，你别个怪，放哥伊是住山顶的，伊台东的，你知？你要问你问我，我这住东港的，你知？隔壁啊。对，你遐遐较济拢你你摸到的。你要想清楚啦，来啦。这打船石，这毋是旧的船，毋是要去救你的船，这是新的船。新的船做好了后呢，咱是要出海，要出去的掠鱼啊。为着讲要祈求平安的关系呢，所以就爱做石。那么这个做石呢，咱头一项代志呢，就是爱去这个王爷庙，当地王爷庙呢，请大灵，也请大印，从这个大灵大印呢，放踮咧新船的顶面呢，新船的顶面拜拜的桌仔顶，拜拜的桌仔顶呢，除了有王爷的大灵甲大印以外呢，还佮传圆仔啦、米啦、行李啦、四个份你拜拜这物件呢，拢爱传到真舒适。了后呢，佮请3个人来做法。对，这个好戏伫后半段。人咧讲好酒沉甕底，国语叫做好酒沉瓮底。我即摆煞来讲即款的介绍，即款的对。这因为哪呢？这个代志了后啊，有3个这个法官，唔是咱最高法院的法官哦，都是做法的法官。嘿，这个法官摕到一骹鼎，了后再甲倒一滚的油落去，用火团带咧甲浮甲这个油啊会滚。滚了后呢，摕2块仔呢，浮甲红起起的土团，再甲等落油底内底。你了后呢，再约3元的即款的黄纸的迄个丸啊，甲等伫这个内底去。了后呢，用衣裤头甲倒头柄，这个4骹向天来做这个咱这个油鼎的这个架啊。了后呢，即摆油鼎的架甲放落去了后啊。全这个法官，唔是最高法院的法官，做法的法官，吹干一喙水，了扑入去这个鼎底，自然伊会喷火出来。安尼就对，安尼做法完成咯。是喷火发火。发火。安尼发火好。真好，这就是打船石。安尼叫真好，歹势吼，也无介好咧。这基督教咧讲这吼，佫真厉害咧。咱讲这个，来，我补充一下，这个做法，这个法官啦。就要做法，先是对这个油鼎，前头安尼挤落去，开始削盐米，搁喷火水，喷火水了后呢，这个油鼎咧，甲一火团就袂搁发火啊，才将这倒伫咧迄落船头的甲板顶，安尼写做法完成。有影，咱讲那恁几位即摆咧讲了，就拢袂歹。那即讲即叫做打船石，打船石吼，恁安尼讲到真详细。伊打一个目的就是讲吼，目的就是讲话要辟邪啦，有风迄个邪气吼来即个船顶。安尼来。那安尼就会当大丰收啦，就会当安尼开船真平安啦，祈求个太平安啦，风调雨顺啦。所以讲来搭过的船，就是安尼较好就对啦。总共一句安尼叫做打船石，也是拍船石。对。打船石、拍船石，我讲完。跳完知识加真悬。后礼拜讲甲恁换新款。唔通袂记哦，后礼拜照时甲阮参观。